哇哦，刚出炉的陶瓮尺寸很惊人。让他大概暗讲啊，我要考唔到，硬要一张有做啊。哦，有跟他说这个这么大的缸啊，我不会抠唔到，外面看不到，就要一张有，只有这里才有，对不对？才有做。高约160公分，重达135公斤。张世浩的窑厂专门生产大酒瓮，师傅忙着上釉，3次来回零色差，扎实技艺也是全台唯一。台湾就他这一家做的。就只有这里才有。对，这种功夫一口大瓮得分5个阶段进行，这下手轻重、厚薄拿捏，却在老师傅手掌间。因为这个土是软的，你看，这个很软的。对。你技术不到家，它接它就垮掉了，它会垮掉。那怎么样它不会垮掉？那就是技术啊。和日式手拉胚不同，张世浩师承福州。手挤形塑的陶瓮，体型不受限，是酿酒的最佳容器。全国麦局从开始做小的嘛，后来小的搬运不方便嘛，都一直设计一直在大，就50公升的啊，个150的，后来250，现在做到500，一直在做大，因为搬运方便。另一头，陶缸在拍打夯实中陆续成型，每一口缸里都有张世浩最怀念的味道。那个水缸以前是我们客家人当福菜那些的。啊，腌福菜腌福菜，客家的腌福菜最早期的，就要用水缸啊。老师傅的手艺仅此一家，绝无分号，能够做出这么样一个大陶缸。但是没有年轻人要学了，所以现在各大酒厂能够买到这么大的酒缸，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，不一定能够再找得到。我不会考唔到，手压 V 张牛。我不会考唔到，手压 V 张牛。